再来看西治安的嫌犯郭德敏，张宏对泰国掠回来台湾，上地检署马洪升压禁见，已经因个私人交泰所进前方逼供，有真侪检警的高层甲正常名流出入，即卖伊人伫台湾咯，敢有官商斗坑，等待调查。 倒亡超过9个月，北部会馆负责人郭铁敏伫调查官甲警方鉴别之下，查找为泰国押解登来台湾，勘察洗钱地下汇兑真侪刑案都出境，即马改送新北地检署归案，警方核实了后，将人先押禁见。被告有这个逃亡、勾串共犯，然后湮灭证据之余，所以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疑似透过交泰所甲检警接触，郭铁敏引爆北部会馆之乱，包含前警大校长陈泽文、前警政署正防小主任黄金秋，甲承办郭铁敏洗钱案的检察官王道之，超过20名检警拢押出捌是交泰所的座上宾，深受金钱包庇，影响案件侦办提前涉密，或早一步离境，拢是检方爱国调查的重点。郑文灿市长亲口在会议中指示，要将捷运绿线 G101 站的站体位移到郭哲明的农地旁。不止引起检警大震动，突然真侪政商名流拢被押出席交代所，尤其是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，和那爷点名，甲郭铁敏的关系真好。伫桃园市境内协助护航差地，即马在逃的主嫌被抓，有议员讲郑文灿向家爱带的单。圈地跟郑文灿有关联的话，就他回来之后，很多人都会瑟瑟发抖。那我觉得这些过去曾跟他来往的人，心里面都会有一些的小担心吧。我跟这个事件没有关联，那么检调也可以查清楚。司法单位的侦办，我相信就会非常明白的。到底郭铁敏接触过什么人？是不是有检警正常名流牵涉在内底？相关案件是不是牵涉不法？种种疑点，爱等调查找出真相。都惊直接进前，警界、司法界甲政坛拢会够引起风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